你聽下，我今日又去布達佩斯啦。嗱，今次咧我帶大家睇下我每一次去布達佩斯坐嘅乜嘢火車啊。嗱，就係呢種啦，自己一個人坐一個包廂，即係直情係關埋門嗰種喎。一般呢啲車咧，如果唔滿嘅話咧，佢係唔會塞第二個人入嚟㗎。呢個包廂基本上你可以獨享。大家有睇到啦，我而家坐呢隻火車咧係包廂嚟嘅，你哋會唔會覺得好貴咧？嗱，我可以話俾你聽下，其實並唔係咁貴嘅啫嚇。維也納去布達佩斯大概200零公里啦，但係佢歐洲呢邊咧高鐵就冇速過咁快嘅，所以佢200零公里都要行成2個鐘頭有多。我而家坐呢隻火車叫 Regiojet， 就係捷克嘅火車公司嚟運營嘅。就係呢個火車公司啦，你下次可以認住嚟買。喺東歐呢幾個國家運行嘅火車咧，一般就係3個國家運營嘅。第一個奧地利啦，仲有一個匈牙利啦，另外一個就係捷克。喺奧地利嘅火車咧就比較現代化啲嘅，即係好似我哋而家中國嗰種火車咁樣啦，睇落去就好新好現代化，而且開得快啲嘅。咁另外咧就係匈牙利嘅火車，匈牙利嘅火車啦，我個人感覺咧就稍微會殘少少、舊少少。咁另外呢一隻咧就係捷克嘅火車，嗱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嘅設計都係偏厚重少少啦，即係有啲似我哋80、90年代屋企嗰啲裝修咁啊，包晒紅木，仲有啲梳化大張起晒角咁，啲台仲可以揭出嚟大張啲嘅。另外呢啲充電頭啦，咁啊上邊有啲調溫啊、燈光啊嗰啲，全部你都可以自己調噶。3個國家運營嘅火車咧，我都坐過晒㗎啦，我同大家對比一下啦。嗱，首先係奧地利嘅火車啦，佢就比較安靜啲啦，比較快啲啦，比較穩啲啦，咁同埋啲燈光會比較明亮啲啊，所有設計會新穎啲等等啦。但係佢係最貴㗎，買2等車票啦都要50幾歐，即係最平嗰啲車票都50幾歐，從維也納去到布達佩斯單程啊。咁第二平咧就係匈牙利嘅車。咁啊，大概就係30零歐，咁就可以坐一張2等票嘅。部車係稍微差少少啦，我覺得亦都唔會差得好遠，我個人認為啫嚇。咁另外仲有一隻捷克車就最平嘅，呢隻車最平嗰個票咧就係10歐一程嘅啫。咁坐到我而家呢一隻咁嘅包廂咧，都係20幾歐一程嘅啫。嗱，如果係奧地利嘅車，你要坐到咁樣嘅包廂，即係坐到咁嘅標準嘅車咧，就要100幾歐坐一程㗎啦。咁我而家坐捷克車先20幾歐坐一程嘅喎。咁佢係靚啲，咁啊所有嘢都新啲好啲，咁但係我覺得都唔至於話貴成5、6倍價錢咯。坐商務艙仲有好處咧，你可以獲得一份免費小食啦，一杯免費嘢飲啦，仲可以享受呢個頭等艙休息室嘅，即係你提早去咧，仲可以頭等艙休息室嗰度慢慢坐、慢慢食、慢慢飲，即係好似坐飛機咁啊！受晒咁多服務，仲要坐成2個幾鐘頭火車出埋國，你都係使20幾歐啫，你話抵唔抵啊嗱？終於到布達佩斯啦，後邊呢一隻咧就我今日坐嘅捷克車 Regiojet 啦。上幾集咧同大家介紹咗匈牙利購房移民㗎，上次都好多人好感興趣，同我傾咗好多。我今次嚟咧係幫大家去辦下啲具體嘅律師事務，咁另外咧同大家再介紹一隻更加再平啲、優惠啲嘅移民。今次呢一隻咧就唔使購房㗎，嗱下一集我同大家具體介紹啊。嗱，上一集好多人問我到底20萬喺匈牙利可以買到咩樓？嗱，我下一集帶大家順便睇埋啊。今日咧我成日都會喺律師樓，你哋如果刷到條視頻咧，可以即刻私信我，我即刻幫你哋解決啊。拜拜。